家家有好事。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偉。大家好，我係俊俊。做嘛啦？我讓你講，我哋要請資料。請資料，請家做嘛咧？6樣當請資料。咩？我來開始圖書啊，除非問我當專業嘅問題，今日應該唔問我。乜問題？乜嘅係活化石？活化石對。你係老幾講哦？活化石，活化石，可以啊，活化石。看這個。同太啲啦。你就係活化石好嗎？來會啊，愛研導好冇？活化石就算係活化石，活化石中最研導嘅。按啥片？我冇按他。好啦，開玩笑啦。你係正經搶到活化石的現場。唔是搶啦。不是，不要旁邊。攏講嘛，很多活化石，好冇？好。搶一下你活化石名言，聽玉妹聽手機。冇禮貌呢。講嘅什麼很起活化石？兩個主持人。你好。莫言活化石。他冇按講出來，冇看到佢，好冇？正經的活化石咩佢係亮，你按到冇？是鱘龍魚。鱘龍，一講起來歷史當中啦。你講一下，你平時你看到嘅係活跳跳的嘛，哈，有一條邊冇水啦，你說出隻你係怎作來哦？哎呦，跟你講一下佢嘛個故事。你一講起咧有歷史啦，歷史你睇擺係清朝時代方體式都講活石啦，所以傳下來個鱘龍魚是特沙是講活石，連到關應該都大概講活石，所以一直流傳到下來係鱘龍魚啊樣。我攏講來咩啲鱘龍哈，根據記載，佢係最古老嘅無脊椎動物，哈，佢遠古時代哈，有人可能清朝可能很久以前，大家移民去捕魚嘅時間，哇，突然狂風暴雨哦，船要變嘅，唔過係你釣魚嘅神法啦，就看到浪喺邊度，水喺邊度，你魚嘅轉飆起來，搶魚嘅又搶龍。古時候講有人講，哇，龍啲海順出來，緣故有一隻講法係咁樣嘅。原來係咁樣。鱘龍魚嚟嘅啦，鱘龍魚嗬，當托地方一天愛較涼嘅，愛啲山檔。古時候講，而特別對檢測上來，很感動哦。該講到活化石咧，有第幾個故事咧？咁我試下怎麼知道活化石的滋味？來正經。味道呀，來嘅味道，你看看，我撇槍佢來，你也冇開學嘅呀？雖然講講到錢啦，較俗氣啦，唔過還要講本談一下。喺外講一個喺嘢冇卡1粒魚嘅一條，按用一條魚嘅1幾多錢？所以我們得打折哦。雖然講啊，較有名，我就自己講。你一種係你落去檢測室來講特價窮樣啦，料理好你見1000啦。一件都1000哦。你幾多件？你5件。錯。 5000幾元？講到錢就傷感情，這叫來做啦。來做。不過有價錢啦，佢衛生實在冇浪費地方。你冇浪費，你帶落去攞去做牆來啊！係，每隻都做嚟做，連盤你都做嚟做嘛。冇啦，好啦，先嚟龍太甲講，剃頭出來做嘛個本太甲。剃頭啊是做。龍鱘富貴，鱘龍魚反過來，龍太請富貴本太監就出來了啊！按太條嘅魚咧，應該蠻處理，你自己要處理哦。我冇法度哦，我要專門嚟研啲嘅處理一條魚啊。係啦，專門嘅人係嘛？所以切下魚嘅就做嘅啦，好啦，切下魚嘅哦，等下轉來。處理好嘅哈，啲魚嘅看起來。你相當好食的用的哈，賣相當好的哈。點解呢位都發出了光芒？好了，用我自開始來做哈。我是今年該種係小按季節性來採的個料理。你冇成日切魚的哦？冇種的，係因為咧
水尾切，先切了菜，安样才唔会污染到，唔好感染到吼。错。好，按了下菜瓜冻出来时间吼，我是大善当嘛吼，我是。变相是的大自然啦，按之后，你下当初的菜瓜啦，还有俺切的凤爪，还有啲乜嘅拍果，了係蓮子，還有你準備一天我嘅蒜頭哦，你按到紅喜菇係冇？錯，呢是玉米粉，錯，加糖啊煎嘅時間，你按來切冇？也唔是切，你白白嘅時候咧，好啦，佢切好誒，再準備安尼切魚。也是切魚哈，因為了菜瓜係切丁哈，是窮人嘅方式，貴下是切丁，嘿，有咁可以吃。錯，嚇，我當然是好注重係3低一高啦，哦，3低一高，哪3低？3低是少油、少鹽，哈，和少糖，哈。少油。嘿，錯，按3高的話，就1高的話是嘿。纖維質好多啲哦，纖維撈多，1高比1高還2高。錯。你係唔樣魚都當好糖嘅，因為魚龍尋富貴啊。係啊。富貴嚟講是講，平常你是捕到魚啊，是會撈到了蓮子個拍果，安樣係錯。安了菜瓜當出，我是會係撈菜瓜落去，安樣係。按豆芽落去，看到菜椒。添椒喺度，群嘢時候要富貴見，安樣哦，食到啦，係啊，繽紛到啦，係錯，係。好，你邊兩味做對嘛？做得，好。好咧，開始我一乜嘢粉？玉米粉。玉米粉。好，還有乜嘢？唔是哦，按輕鬆安尼，裝簡單做得嚟，好，稍落去破下，我用破解，油差唔多，做唔得剔燒係冇？180度嘅油，噴進來，按做得嘛？做得，做得好，謝謝。好，生意。一個藝啲形容全身都做得食啦，有人食啥西面？肉。唔過因淡水啊，我是冇講退休啦，除非講因客嘿，自天，錯，自天講會蝕，我是會做安樣嘢，錯。咁你後嚟係尋龍魚點解時間咧？我老底是。好做食品加工退休下，來上摩條路啦，摩條路上落去山檔咗啊，按時冇了未老師加咁，加咁做啦，做結果咧做下時唔定要辦手術啦，錯。有冇人定一下？來，好建議啦好，安樣好咧，安好嘅哈，來滴一下油，安尼表嚟，好。本期油嗬，唔係關係啦，按倒邊呢下油嗬。一下呢個蒜頭先唔掉落去乾鍋炒，係小可要香鹹來安樣嘢係錯。好，安樣要多少要香鹹嘅嗬，表乜嘅，我弄啦。來。你高湯是來灑落去是做得咧。應該係高湯係用乜嘅高湯？你要用土雞啊，土雞啊。錯，我當然熟要6個月以上才要吃啊。錯，切片做嘅就錯嘅。錯，要染麼？要來。錯。你一邊佢倒落嚟講。啲就熟咧。OK 咧。哎呦，真係少鹽哦。點咧。少鹽無糖，少油。啊！你一定滾嚟時間是菜瓜會落去，係好，佢好難煮到。係啊，你啊懂事哦，一啲你下菜瓜真見懂條。係做得嘛？做得咧。做得咧，我哋變下。好，師妹姨。來啊！哦。所以我講山東
大自然是很爱变相嘿错，嘿嘿，以前头前每顺日下是有是有东西的哈，唔惊摇到哦。嘿错错。还有乜个阿边？你菇类好多边嘅煮下，好，再用薯卜落去，嘿错错，嘿，菇类哈，出一天煮。嘿。正经吼，很多良禽富贵，很多东西，就像金银财宝一样哈。您讲我要多鲜一点，多鲜呐。啊，你还是哈，你要种拍果哈，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哈，我要得我先处理过，你用天幕哈，拿来吹下杯哈。哦，吹面软哈，难煮，莲子没强用。莲子啊，强用。来气改莲子。卖枣诶。哦，枣诶是可以的，因为散当冇很方便，出来练哈，会清酒，所以哈，是为卖枣诶，变相变人那样人。就表了那边还人头人尾行下是好嘞，哎呦，这意见个吼。嘿，哦，你啊彩椒冻加熟，所以每张好表。好。嘿。这还爱调味嘛？不是嘞，你也是冻甜嘞。你也是冻甜嘞。就是加食物改甜，食材改甜。因为唔系出冻咸的哈。冻咸哦。哦，安样好嘞。安尼好哟。嘿。哎呦，安厉害！你喊乜个？香油哈。香油点亮点。点亮点亮，蛮多。就油亮改色。哦，来来来。好，2点。哎呀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好，关火。很厉害哟，关火。关火。好。哇！哎呦，你做出来吼，要当喜节吼。嘿，上下嘿。扁顺都冇。上下囡仔当倒的时间哈，你是手脚黑。手脚好夹。黑夹的吼。哦，龙太甲我讲，对起来哈。你要向太甲说的係乜嘅？龍旋富貴，良禽富貴。很偏爱3D，肉就你平常时讲发出会按文有很忙，对咯，讲起咧当哦。哎呀，咁做了到要拄到嘛嘅困難冇？有啊，講到咧是挑哪做？佢挑哪拿來溫差唔多7點鐘叫左右。7點鐘叫啊？全部變膠質。哇！來咯，富貴來咯，良禽富貴，你聽下成聲唔嘅啊？好吃嗎？都好吃，我感覺啊吼，我現在我變身風流夢當中嘅林黛玉咧。哎呀，很感動啊！跟小說當中嘅確用嚟尋龍魚來補身體啊。你也可以說你是乾隆啊。哎，他下江南的時候就吃游龍宴。哎，我不好意思哦。不過你係應該算起來當小說個尋龍魚地位都但3、4擺天天啦。不過你下擺吼可能因為唔張作來，當期，哎呦，這假設都講唔出話哦。因為佢是有剪過誒。古早講啊，我想講，你會本剪咯太老嘛，因為暗泡冇呢。其實樣嚟講，你咁咩嘅，有些有啲口土，有啲像雞肉。有點像豬肉，再加上嚟批嘅時間啊，所批到你家下按到嘅青菜吼，不管係絲瓜、菜瓜，也係甜椒，也係那個拍果啊，
莲子、菇类，它全部先很像围绕在旁边的味道。你像龙出来的时候，旁边都有很多云，那个云就是利亚德的米西，串出来就是喜给有个米西，很厉害哦。不过我第一摆是帕狗还能煮的，帕狗差不多大概都来煮汤那度的。好。其实伊拿来融入菜落去嘿，会真好食，会补下元气哈，嘿。真好，因为怎样讲，是啊，活化石必须嘞。你要本给富贵，富贵一定要乜嘢？要有錢啊！當然冇一天啦，富貴要當多種啊。看又有健康嘅，又有獎嘅，又有後生嘅，一定要有錢。有錢嘅話。你講名嘅安樂安好，良禽富貴，佢撒下來做乜嘅？龍臥金磚。嗱，凊彩講，你要正言金磚要來啊！金磚係當咩錢呢？龍樓金磚，搭起來就當客，叫嚟看一下龍係乜嘅？金磚，你係乜嘅？哦，龍臥金磚。龍臥金磚。龍臥金磚，我本想講客家話，我慢講。龍臥金磚。龍臥金磚，怎麼聽起來很有氣勢啊？在東西岸的龍臥金磚，用黃金嗎？用咩？用黃鋪。用黃鋪哦，我不然我家遠看啊，都係番薯咧，番薯咪做得啦。冇今年愛散檔哈，所以講總當到黃鋪，所以啊，今年是用黃鋪。哦，先處理過嘅黃鋪哈，黃鋪還有啲乜嘅？啊，啲係核桃。核桃哈。小黃瓜，你醃製過嘅嗬？係從我上時間咁唔辣嗬。你係自家做嘅啊？係自家做嘅，啲醃獨責嘅嗬。你係做嘅？是鳳椒。嗰種係鳳椒，甜椒嗬。鳳甜。啊，呢是蘋果醋。哦，蘋果醋自家做嘅啊？蘋果醋係以那個蘋果嗬，10斤嗬，10斤哦。係錯，10斤那邊一斤湯落去。還有呢啲豬腳。人哋量啊，今日啲嚇形容為窮人嚇，我時常講嚇，按大腸按用因煮來講嚇是嚇窮人為老豆專講3D 啦嚇，3D 地高啦嚇，老豆講看天係3D，肉在你面前調起來。當厲害哦，佢唔可以用尺哦，佢用數字來算哦。你要形容為本身是有份的，所以冇老強多油，佢本身煎出來是有油嘞。你看到啲嘅有油，香港有油花，有油花在這邊分布。故所講你用外技術講，我這個不用油。係錯，比佢煎下去出有嘅油。當然嚟，盡量用骨頭較少嘅魚來做料理較好。老人家做得食，生人嘅沒做得食。哦。要用這個染髮嗎？染下，好嚟，嚟幫你服務哈。好，謝謝。來，講清楚聽哦。全部。啊，全部啊。全部嚇到呢度時候咧。係做得冇？係做得咧，做得哈。係錯。你平常時講發出會按溫油很冇？對老公自己當我。你係一開始就學了形容，你係講誰學嘅咧？這些是香魚。香魚係，然後就腳樽然後就腳形容魚係，錯。很厲害哦。咁做了啲有遇到乜嘅困難冇？有啊。講到呢是跳哪圖，用天跳哪圖？風菜類些，特色狂嘅地背圖，我說喺度面是就講出，係順水，溫水類嚟講，喺度面是叫木鐵，木鐵，按時運係接嘅三把水。三把水你知嗎？乃至山泉水嘛。沒有。三把水是講啲飲水嘅水嗬，要流會駁出來，梗係強嘅，接嗰種係強嘅水來。
鱼肠粉做唔得。来滴，尽量吼一天来动清的水。然后讲迄无清的水，其切对做唔得，其咱讲的动尊贵咩？错，麻烦咱你一变咗你让我倒冇下好冇？呀呀，错。哦，除了当你清该三把水来，来摇嘢面，拉嘛，系拉咧，想喊咧，这种鱼的以后煎哦，给它用哈，还弹吼，会弹，动要弹性哈，你看个腰是做出来。系啊，其实你是动好食的吼。系啊，那个日本嘅冻姜煎。哦，佮木产嘅海啲用就烂起咧，咁我哋係彈性、膠原蛋白，一膠質凍過。如果全身都做嚟食啦，吼，骨頭渣就酥酥。cái theo nan là lấy vốn差不多7點鐘叫左右。7點鐘叫啊。全部變膠質。哇！一成夾起來嘛，夾落入邊哈。好，睇睇。好，火金起来哈，好啦，快帮啊，好，表两下，好来，下来咧，金瓜啦，去避免。你先脆熟咧，先脆熟咧，然后你使那咧变相变下，要夏天时候冻清爽，臭，然后佢压成泥，木条木条面啊，要维持一下口感，捏出很多金砖。啊，你麻烦一下。好，挨来，谢谢，我切下腰果。好啊，来倒一盆哈。谢谢。那俩腰果，腰果哈，一般适合对嗰種係智力動好。哦。所以生下入菜前河，錯。香港人要另外一種口感嘛，有食到有香香咁樣。啊，你做得冇？要調面冇？做得咧嗬。看來幾多？等一下。那佢冰落去啊？冰落時候咧，叫這個攪拌嘛。攪拌下按時候咧。看你啊，當看起來是唔會有粒，錯，懂厲害哦。要是一般哈，你賣嗰種係鳳梨酥嘅模是做得咧。哦，你係鳳梨酥嘅模呀？做鳳梨酥嘅就錯嘅。錯，按是可以。假使講啊，我想做飯啊，朋友生啊，做買愛心嘅嘛。哦，做得，做得。其實伊倆吼，未做得講加熱青吼，像嗰時嘅不怕要熟嗰種係土雞一生係軟咗啊，濕嘅病啊，要加加嚟青係。水煮蛋呐，用落去啦，錯，因為魚全部有食益生菌，還有益生菌嘅，食益生菌，黃浦對身體咪當好啊。黃浦講食材，按你下間人就當愛食，佢自家種乳肪片，和如係天然的澱粉，煮湯啊，有像金鑽嗎？有，很強哦，你說用太童子啦，來，好，哦，一條金鑽先上來，按做2條回啦，好冇？鬆對啦，哈，好，再過來一條，本大家看清楚哈。但強按兩包那起來是煮好。好，好嘞。按拿出來哈，添一條金鑽來咯。少強。啊，安尼肉糜即當強力哈，東西啊種到看起來。因為哈，你做些東西哈，挺少會強力看到是嗰種啊，你看到強力香啦。人他哈是會好嗰種啊，錯。哇，添一條金鑽來咯，變上去。
遐往浦冻 Q， 所以哈，感觉会出来，下来哈，你是冻往那里冰落去，哦，冰，连出来的料。那就会龙墨金砖，龙墨金砖，嘿，这个水木了，水木的料，好可爱哦！一个人家切的，你水哈，强用了纤维的哈，像小黄瓜，你是转移拿来染，哈，滴的那个滴的汤，黏黏的时候嘞，盐，然后糖黏黏呐，就煸这个凉菜哈，因为甜生妹以后哦，清淡。连咩嘿你出门，山后捞一下8条小黄瓜就转来嘞，哇！你是讲好颜色好单调哈，那咧变到咧种添椒落去，哈，添椒是那咧切肉肉，哈，粉色的甜椒。因为添椒嘅口感脆脆吼，有时候在上手，给撒下来。加下维系的时间哈，是了柠檬汁，苹果醋，淋落去，淋上去，看着暗酱啊，变了两味哈，安时候嘞，安尼之后哎哦，来，哎，不你调哦，调起来啊哈，龙太家讲我抢太家什么街？抢家大家识咯，龙墨金砖，我觉得我好像坐在那个龙椅上，多重的享受，你知道吗？常常就是很多条龙跑出来了，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，懂厉害哈！来煮么呀？就叫它龙舟，龙舟可以吗？我们来一起来喝龙舟。对。哇，你啊里面迄乜介？好咧苹果醋，苹果醋哦，是好食咧。哦哟，那里面早点生哈，等不及哈，跳下来啊！金砖就会安用去。金砖上的龙。哦。通常安尼迄一后也系讲天天的。好4分对我是对。4分啊！这也太享受了吧！我觉得我好像坐在那个龙椅上，有啊，我想讲，你个吼搭配了黄埔，不懂混的米线嘛，就是太厚重，会很厚。冇呢，因为双倍啊，一开始咬下去有个小黄瓜，又有甜椒，因为小黄瓜有经过糖啊、盐啊，有一点点解腻的感觉，是还这个色调黄埔那个多重的享受，你知道吗？常常就是很多条龙跑出来了，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，懂厉害哈？系啊，肉啊吼，笑笑如切切，大下给你的黄埔，浪改，好刺激味蕾的感觉，闹豆哦，与那个金砖。出案的很多金砖，底部还有烤的嘛个，坚果，对，好冇，杏仁果，讲错了，核桃还是讲错，核桃，太好吃的啦，酸甜啦，那个苹果醋，冻厉害，加冻豆粉哈，因为苹果醋浸下来的时间，弄给你个黄埔啊，不然讲当绵密嘛，不过有浸多一点苹果醋，反而有一种特殊的香气，就会我蛋肠就往铺给甜美甜甜啦哈。当这边，怎么样？你活化石达人
董强哈，你要来交流一下，好冇？冇問題。哎呦，冇問題哦。唔係叫人來交流吼，唔怕唔怕。嚟啷講哦，我你下會唱嘅，你下會太粗啊。哎，你咪做個講起係活化石界的小鮮肉哦，唔很敢講。搭配主題啊，什麼？可以啦，活化石這種小鮮肉可以接受。已經有辦法活化石啊？哦，因為啊，佢當後生。係個當後，當後生。咁個呢，佢主菜嘅你係資歷啊，喺個經驗哦。人講講成績斐然。哦，安尼做得冇？安尼有配合到你按尊貴嘅色彩嘛？嘿。其實咧食材吼，因為我哋山東冇法度講，除了一定按人啦，所以所以講人頭人尾先拍是好嚟啦。哎呦，錯，最自然嘅個食材嚟樣。我請你解吼，就係第三下啦，三腳下好冇？呢個食材呢，就得嚟簽一下佢樣板嚟搭配你按好嘅好，給你唱起出來。好，你唱你係主廚盧俊斌阿斌哥。阿斌哥。來，讓我記哈，大家握個手，認識一下，因為還有用嘅哦。來交流一下，而家做一個良禽富貴、龍臥金磚，當厲害哦，按厲害食材，你來做乜嘅？我做了哈，冇窮咯，異國風味感覺。異國風味，嘿，哪一個？泰國嘅泰式酸辣鱘龍魚湯。哎呦，係講泰國嘅飯，讓我記。看下哈，你會講泰國嘅問候語嘛？會。會哈，我問講。薩瓦迪卡。哦，係聽嘛，幾安尼好誒。阿斌哥吼，叫嚟報菜名，按三晒嚟，向下嚟問候一下大家，做得哈？做得。準備好哈，好啦，你做係乜嘢啊？泰式酸辣鱘龍魚湯。薩瓦迪卡。薩瓦迪卡。哦，係咪哦？見邊來要帶毛強樣嘅嗬？毛強樣嘅感覺嘅風采。係咁講，龍啲泰國，沒算是很尊貴，因為他們是那個算佛教嘛，龍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尊貴的哈。古時候講要用泰式酸辣鱘龍魚湯嚟用安尼，用我一起交流一下哈。係啊，大家按好嘅，其實那種的可能是煮了一半煮清湯啦，姜麻絲啊，那都煮清湯。你咧煮啦，冇強濃嘅感覺，煮咧泰式酸辣。係啊，唔講係除非想講。按你酸辣的米絲哈，從泰式，我樣樣都唔嘅米絲。其實個伊煮的了以後，泰但係唔係講梅頭凍葱嘅，切嘅然後伊若是簡單準備咧蔥頭哈，先切一下。當然呢鱘龍一定要有嘅嘛，哈。龍魚，你有煮過按泰一片的鱘龍魚嗎？有啦，其實龍魚一般哈，伊講一定會。學曉到加鹽就對黐嘛，所以一定會按太妹。好嚟玻璃菜哈，玻璃菜咪嚟切絲。伊啲要配菜啊，是會然後會燜啲湯啊，好甜，較甜，燜啲湯好甜。佢啲味道適合嗬，高鮮，纖維質豆，高鮮，款師傅見面按大按多食材。有當其他冇？有做過泰式嘅冇？有冇知？沒有啊！哎呀，有人做過。嚇，啲學冇強壯嘅感覺，另下而家就看得到咧，係tomato係切飯，係tomato係泰式嘅酸辣地方都必要嘅嗬。係，因為係得色會好醬啊，嗬，所以係要甜味。那你可以來證見出有龍正宗嘅泰式有一啲嘅差別嗬，譬如講你冇用特重嘅香料，因為就用誒會用咧嘅可能香茅啊，或者檸檬葉啊，呢啲東西，你簡單好使用咧係泰式那湯醬啊，泰式湯醬嗬，對咧。哇，薩瓦迪卡！哦，哎，出蔥咯。係。好，先那個切的，切一塊一塊讓銀哈。唔驚銀色的。唔驚銀色咯。沒錯。
因为你有竹筒啊，吼，差不多切好太的对。看到你也喷迄嘛个？因为迄一些准备的高汤，嘿，当地面一些来去可能伊做在用咧传统鱼骨头，吼个骨头啊，吼用到菜啊，葱头啊，冇是像遐高丽菜，冇袂好济咧就係啊，那細細嘅是咧煮咧湯，吼，所以做咧高湯。哦，唐代出炒嘅啦，吼，啲油，油嚇，係，好。好。會先啦，吼，就要混下油，要一啲啲嘅油啊。誒，因為家下那個用梅子佢出色汁呢，佢講黃嘅油，做埋油啊變油。迄是遐油啊是無愛啲啊黃皮啦。哦，黃皮這樣唔會爛鐵。係啊，唔會黏鐵，還有因為吼，你會。帶起嘅叫黃油出來。哦，會帶哦用油。像你講你係標豬油啊，一開始啊，肯定會標一啲啲油，吼，煮起嘅遐油出來，係。哦，加油啦。用油加油。即係你一直都喺煎嘅黃嘅煎緊，你講你遐農魚啊，煎啊嘢先。唔會像一般嗰啲煎啊，嗰可能煎啊龍啊，煎啊魚啊，其他煎落去是會散晒。係，係傳統魚是唔驚，係吧？係啊。係，覺得吼，我聽講下。都會跳舞啊。哇！你按剪迄個當好看呢。嗰時你哦，嗰啲係煎落去煎的，煎不去落去炒，等下哦，一準備湯大準備哦。小表下去煮一下就咧。哦，按樣片哦。當然愛用你講咧用煎過嘅東西啊，吼，冇是要破過嘅東西，等下會變到湯啲會煮啊，變到煮醬嘅，會後尾做咧係醬。像你講會煮咧糖醋排骨啊，伊啲破過愛過啦，吼，然後變到咧糖醋醬啲會，其實都會做咧係醬。煎豬油咩？豆嘅油做嚟炒出來，你像那種黃嘅油做嚟拿嚟炒出來。做的，嘿。你適合出炒嘅？因為我咧讓因做吼，適合會起嘅咧黃油，所以咧吼。哈，本來團隊嘅哦。我先叫伊來，等下使用咧油吼，直接來炒我哋嘅咧泰式辣醬，炒香來是對當我哋高湯啊，了了轉變下去。原來哦，滿整解保留去解加出。係啊，一種係腰煎出來哈，喺山頂喺山下是拿來炒盤，拿來配嗰種係刺蔥，其實嚟炒，人吼，我炒盤啊炒，其實簡單炒只高麗菜、炒青菜，未做得啦。食到咧係泰式醬哈，泰式湯醬哈。啲泰式湯醬要本身出當鹹，也係講愛再個調。其實有有點味道，以後順來樣嘢，其實是像有點像嗰啲講用沙茶醬呢一種嘅感覺啦，用嘅沙茶醬嘅呢一種概念。好，你係同時嚟炒你嚟高湯。其實到你係，人家本意要燒咧是梅頭是出來，太奇嘅嚇，哦。好。哎，你一頭香梅出來咧，好，我食到你嚟高湯，我嚟去表下去。好。哇！已經有泰式酸辣湯嘅米絲哦。伊煮的咩？清甜樣嘅，就是講有點酸啊，有點辣樣嘅。你個湯吼，聞到動情呢。係，而且係細火甜甜不易聞。哦，細火吼，而且一定要細火吼。好，開始撈起台料表下去。係，先不用從頭。香料從頭用乜唔是先炒過？啱啱你講誒。用出嚟炒過啊，了了時候記嘅香梅，但是我今年本誒蔥頭啊，本高麗菜，到了湯啲味道啊，會記嘅角色係甜，係本伊甜梅時候咧。從睇按你兩個嘅特色嘅梅湯。其實做配角，是本伊有甜梅時候咧，所以你是吼湯變下去，然後其他咧出嚟變下去時候咧。好。
好，토마토 토마토变下去。好，你也是本去咧汤本去煮滚落的时候咧。em gọi bên cái quần nhà ha. 哦，你应该一夹啦吼。嘿，我所以汤啊，你先准备好咧。来问下师傅吼，就讲你下你做，譬如讲去弄用麦子买嘅熏龙鱼，买几个买进来发。最简单的料理，除了煎啊，除了煮汤，你吃到很多种嘛料理。其实你是老爱你从头到学，从国语啊、鲁语啊、煮的方式全强落。但是伊讲你的胶质好豆，所以你讲简单煎，好这个类子，么子做红烧啊，好其他一点清的酱，好好样子啦，用脆的啊，用做嘛个，做好清甜的味道好咧。较清甜的味。因为一般。同用我哋佢講嘅煮魚啊，係嗰啲，咁是我要按料嘅咧種醬嘅。嘅係哦，其實做青嘅是做得啦。有建議多多拿來煮稀飯，很好食。稀飯吼。煮糜啊，煮咧做好青嘅啦，青嘅，行時出咧，青嘅咧係甜嘅。cái hệ dùng môi lấy煮糜啊，就叫它龍舟，龍舟可以嗎？我們來一起來喝龍舟。對，好，提神打人嘅好，其實都該出稀飯，叫我食乜讀嚟都食咧。叫係叫老闆娘，做啊很有摸摸咧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差不多滾了哦。好，你差不多會嚟我哋下時誒，撈我哋誒睇下煎過啲魚啊。好，用下啲，因為剛師傅講邊個講吼，你愛食那個搶菜嘅部分，想要保留嘅口感吼。係，嗰陣時都要切切。係，冇講綿綿啦，古時候講咩冇煮太久。係，是。嗰陣時炒過來，你滾一下，等下我要配對啲嘅椰奶啊。哦，椰奶哦。用菜。當然是做得咧。好，一陣都會嚟嗰啲椰奶。其實一講吼，係啊，其實市場嗰啲用豆腐卡煮啲湯啊，煮清湯樣嘢，其實強濃凍嘅。個師傅按樣唔是老ram係麼？喺高湯要做嗰係調味成變好咧，係是做高湯嘅，即係要佢準備好咧。我知道椰奶吼搭配海鮮類嘢都當好食。係。我剛才講海鮮類。好，表演實驗。師傅，師傅請問一下嗬，我係愛問，因為你係鱘龍魚啊，學起來冇容易，所以呢係愛取得你係食材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。係啊。係講不開，媽媽強調愛從呢按個做法，煎過就講醃菜，你有建議乜嘅啊嘛？其實用其他你愛用咧，可能用到鱸啊，我嚟講，你可能要用咧鮭魚啊，好做得，用出去。哎呀，很香了，又好起來哈。你行一個按撈哦。按撈。今杯啊，用麥子帶來嘅當珍貴鱘龍魚做嘅係乜嘅？泰式酸辣鱘龍魚湯。聽下老師。退而不休，做安尼嘅心情吼。所以而家講到同客氣講，哎呦冇事做冇熱情啊，冇啦。冇啦，全書都講香煙後神掉啦。好，來試一下哈。
第1是按用型寻龙与当归的唔同啊，加椰奶以后，哈，本寻龙鱼的肉哈，突然间变得很绵密，你咬起来虽然有弹性，你都很紧咬哦。因为那个椰奶管黑，让这个鱼的味道肉变得懂细腻。第2用版冇用你嘅台龟啦，當會用嘅檸檬葉嘅條東，食出你係台龜嘅風味，不過呢，然後你係甜味，你嘅甜味冇攞去搶走，哦，韓國呢，你用煎過之後，還係有些到嘅皮脆脆嘅口感，嘿，當好誒，好香啦，係啊，食落去感覺唔會暗味，係，錯。本來想係問你知道，你阿邊做嘅料理用版跟穿哦喏太靚呢。哦，對人食材當準聰哈。你想看下邊個一條魚要學2年，至少要2年半以上哦，這樣做嚟做，你對於啲食材一定要當敬重嘅心情。係，因為係從妹姐啊，照顧。因每天當用是種照顧囡仔啊，大概是會操啊，會去出來啲嘅同埋先會用翻照顧呀，實些當嘅啲叫你切出嚟一定。係啊，你再想風采天哦，佢出啲菇料一堆哦。唔過我係咩當皮膚啊，用乜字？我講我當皮膚你啦，嗬。雖然講退而不休，做安尼嘅心情吼。雖然而家講到同客氣講，哎呦冇事做冇熱情啊，冇啦。冇啦，真是咧講香煙後實乜掉啦。咩講連下因為安尼吼，行出一家一片天。嗱，之後係當好嘅，當好一種示範。因為我們講，因為啊，我特別講，你台灣沙飛，唔好講你台灣。國際都強樣，我們慢慢走入一些老人化的社會，譬如講，日本咪強樣咪嗬，老人家所以想講啊，我退休，我日日都啲屋下想講，唔知要做乜嘅，你想講捱閒做嚟做乜嘅，嗬，做矛盾重要。重點來講做了是講交通到朋友啦，全部變好朋友啦。係啊，咪要感謝人咯，本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本氣氛適啲啊。尋龍魚也好，也係講喜歡生涯料理嘅朋友也好，感謝你啦，按感謝，你才是真正的小龍女。其實來講，因好落來講，食到歡喜行連出小秘密，呢是感覺當歡喜嘅，重點是按用。你阿擺帶來啲行一擺吼，要帶來你配得魚嘅哦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我這個請阿兵哥來，好來煮你頂級嘅食材，好冇？冇問題。叫什麼阿兵哥咯？好，鄉親朋友啊，特別好冇看你哋啊食任何一種頂級嘅食材，都係容易講。其實要謝天謝地謝自己，有陣時候。大家講一句話，一定要記得，唔好講你做得做乜，唔好講行愛做乜嘅，你做得做乜嘅，你要想講我你下做愛去做乜嘅，好冇？你愛去做乜嘅咧？除非準時數過一啲，加油先！歡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，來。今日來到了節目哈，看到師傅冇強壯嘅料理哈，係。所以我學到錢多哈，收穫也錢多哈，所以我是學10萬多哈，再接再厲啊哈，希望特色有限哈，落來檢測哈，老風景也講哈，河山河水哈，個空氣咪清好哈，再坐下來泡下茶，特色來打嘴鼓下用特色教則朋友來過日子下用。